你以為夜燈係安全感，其實係你心臟嘅慢性毒藥。波士頓嘅研究者用腦部掃描發現，開燈瞓嘅人心臟病風險明顯上升，唔係因為你瞓得唔夠，而係因為你嘅身體正係同光線打場輸唔起嘅仗。呢項研究追蹤咗450個健康成年人，用衛星數據測量佢哋屋企喺夜晚光亮度，再配合腦部同血管掃描，結果好震撼。夜晚光線越強嘅人，大腦壓力區域活躍度越高，好似城市咁徹夜通明，血管入邊流動住睇唔見嘅炎症反應。而呢種持續嘅低度發炎，正係心臟病同中風嘅隱形元兇。更深層嘅問題係，光污染唔只係燈光咁簡單，佢打亂咗我哋身體對日夜嘅記憶，令應該休息嘅系統持續戰鬥。你以為熄咗房燈就夠啊？窗外嘅街燈、對面樓嘅霓虹燈、手機熒幕嘅藍光，全部都係干擾源。你嘅心臟從未真正瞓住。我哋用幾百年時間點亮世界，卻忘記咗人類用咗幾百萬年先進化出對黑夜嘅適應能力。光污染唔只係天文學家嘅煩惱，佢正喺度改寫我哋身體對黑暗嘅信任，令健康變成一場失衡嘅實驗。文明嘅光亮令我哋睇清世界，但只有尊重黑暗，先可以守護內心最本能嘅節律。健康唔係用技術去對抗自然，而係用智慧去重建平衡。今晚試下熄咗嗰啲不必要嘅燈，拉埋窗簾，俾你嘅心臟一個真正嘅夜晚。生活唔只係活着，更係要活得好。我係 Fanny，下次再同大家探世界。